在越南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一个房地产项目，不仅是使用来居住，还会根据 MBTI 性格来选择家主。听起来很奇怪，但对年轻人来说真的非常上头。这就是 AVI Center，在这里，公寓采用 Touchable Home 设计风格。如果你是偏内向，喜欢安静的空间，还是外向，喜欢社交和连接，这里都有专业的 MBTI 测试，帮选择最匹配你性格的户型。早上起床就可以在小区游泳，中午去 Metro 购物，还有家庭医生24小时守护健康，真正的国际化生活方式。一出门就是完整的国际生态圈。更让人惊喜的是，招房即匹配高端全套家具，不需要再花钱装修，也不用等待施工，直接零包入住，轻松享受生活。那对年轻人来说，最大的优势是财务压力非常轻松，每个月只需要花500万越南盾，相当于几杯奶茶或一顿火锅的钱，只需准备15%的现付，就可以轻松入住。拥有一套为你量身定制的公寓，机会就在这里。你属于那种 MBTI 类型呢？快联系我们，获取 AVI 线的专属选房测试和最新信息吧。